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Max TV 香港。喺呢度，我哋每日都會為大家帶嚟最新最真實嘅生活停事情，無論係即活熱傳。衛蘭嚴明熙強強聯手，他和他的秘密即將引爆。香港仲夏夜之夢，當千禧年代的 R&B 靈魂女星衛蘭遇上 Z 世代的超新星嚴明熙，這場跨越世代的音樂對話注定不會平凡。隨着商業電台赤亞903正式宣布拉闊音樂會，他和他的秘密衛蘭嚴明熙將於8月29日價亞洲國際博覽館 Arena 舉行，整個香港樂壇瞬間被點燃，要一股微妙而深刻的期待。這不僅是一場單純的音樂演出，更是一場關於女性心路歷程的深度剖析。當我們看着兩位不同背景，卻同樣用歌聲說故事的歌手，站在又一城的舞台上，分享那些私人小寶物與歌詞背後的秘密時，不得不引發一種社會學式的討論。究竟音樂在現今數碼時代，還能否成為人與人之間最真誠的橋梁？衛蘭的歌聲向來有一種讓人沉澱的力量，那是經歷歲月洗禮後的從容。而嚴明熙則以獨特的聲線與新生代的觸覺，為樂壇注入了無法忽視的生命力。兩人的組合讓人不禁聯想到情緒之間的流動。在快節奏的都市生活中，我們是否太久沒有安靜下來，聽聽內心的呼吸，或者像他們在記者會上所展示的那樣，借由一件物件、一句歌詞去窺探對方生命中的微小碎裂與重組，這種將絲襪公諸於世的構想，恰恰精準地擊中了現代樂迷渴望共鳴的需求，將秘密房間的概念從想象具象化為舞台上的互動，讓觀眾在仲夏夜裏不僅僅是聆聽音樂，而是在參與一場集體的靈魂對話。這不僅是歌藝的交鋒，更是一次對於女性成長與情感共鳴的深度探討。儘管有人會爭論這種合作是否只是一種市場策略，但從他們在記者會上流露出的真摯情感，以及對音樂會籌備的認真態度來看，這顯然是兩代歌手試圖打破隔閡，在音樂中尋求溫柔共鳴的誠意之作。當商業電台赤亞903總監當奴與贊助商代表一同預祝演出成功時，我們看到的或許不僅是一場商業演出的啟動，而是一個時代的交接與融合，讓這場音樂會成為2026年夏季最值得期待的情感盛事。無論是對於衛蘭的忠實粉絲，還是嚴明熙的新生代聽眾，這場演出都提供了一個機會，讓大家在繁忙的日常中慢下來，去細味那些隱藏在音符背後，關於旅程，關於呼吸，關於人與人之間最原始的溫柔與悸動。